咁你預佢下星期咧就 Hello，大家，我係 Dada，而家同大家一齊喺 ICC 嗰度。今日帶大家嚟到睇試 LRC 嘅示範單位啦，大家跟我一齊嚟睇啦。呢度就係 ICC， 食咗飯未啊？好重啊！今日繼續係拎住呢袋嘢啊！你哋係咪都返緊工啊？想買樓嘅朋友睇咗樓未啊？而家有3個樓盤係好熱賣嘅喎，包括洪水橋嘅匯都啦，同埋朗天峰啦，仲有元朗嘅朗天峰啦，同埋西沙嘅一個樓盤叫是 LRC。大家有冇朋友最近係想買樓㗎？咁如果想買樓呢，記得要加入我嘅 YouTube 頻道欣姐睇樓團啊！好攰啊，成日拎住袋嘢。我要孭返好袋嘢先。因為尋日咧就尋日想帶大家睇嘅，但因為佢收工啦，咁所以咧就冇帶大家睇。咁如果今日咧就可以帶大家再睇。商場入邊都有陽光。哇！呢度 ICC。食咗飯未啊？還不知道。而家上緊去是 LRC 嘅示範單位，唔知今日多唔多人呢？上面應該地盤嗰邊都會有啲客呢係睇緊呢一個樓盤嘅地盤嘅，咁之後呢，可能啲經紀都會帶佢哋嚟呢度 ICC 呢度睇示範單位啦。如果想睇嘅朋友可以打電話俾我或者 WhatsApp 俾我㗎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欣姐睇樓團啊！而家上緊去上面 ICC， 係咪撈得好慢啊？係咪呢度啊？是 LRC 示範單位。呢啲係經紀，點樣入去？睇下好多客而家睇緊樓啊，準備上網。唔該，thank you。而家
家要排隊上去。而家都耐心等候緊嘅。可能朝早嘅時段可能會多啲客會嚟過嚟睇嘅，而家晏晝呢，可能啱啱睇完，咁已經有另一批嘅客人嚟緊咁樣。咁客人